唔好着穿窿嘅襪，千祈唔好唔帶現金，千祈唔好亂打的士。嗱，如果你要去日本旅遊，就 mark 住呢條片啦，因為去日本旅遊你唔知做過啲乜嘢，就會得罪咗當地人。所以我幫你整理咗10大日本旅遊禁忌，等你順順利利百無禁忌。最後嗰一個有好多90%第一次去日本嘅人都會中伏。我先從第10位開始。就係千祈唔好唔帶現金，而且最好帶銀包咧，可以放紙幣同埋放硬幣嘅零錢袋。雖然佢係便利店咧，亦都可以用 Alipay 即係支付寶、WeChat 即係微信支付同埋信用卡啦，仲有 Apple Pay。但係喺好多偏遠一啲嘅地方，譬如北海道、沖繩好多細嘅門店或者係居酒屋，佢都係要收現金嘅，所以一定要帶現金。找數嘅話咧，就會有好多硬幣啦。所以硬幣你一定要有個零錢袋嚟裝翻佢。所以你去日本一定要帶零錢袋，如果唔係嗰啲硬幣真係塞滿你個褲袋。第9位就係坐扶梯嘅時候，一定要企左邊，然後空出右邊俾大家去通過。日本係好繁忙嘅社會，所以咧趕時間嘅咧就要企喺左邊，等右邊嘅人可以有快速通道咁樣去過嘅。但係呢度要注意啦，如果你去嘅關西，亦即係大阪同埋神戶嗰邊咧，你就係要企右邊嘅，係相反，即係東京地區企左邊，係關西嘅話咧就係企右邊。當然你唔記住都得，啲人究竟企邊邊就企邊邊，總之就要記住，一定會留出一邊俾大家快速通行。